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！非常感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共同来研究客家白话语文，同时提供本研究与写作，同时认识客家白话语文的乡亲来做个参考哈。大家都会记得，不同国家、不同族群、不同地方、不同行业，都各有不同的语言、语言。文史、文艺，同时在做一个创作歌曲词嘅方面啊，也有所不同哦。尤其唔晓得讲客家话嘅人，冇了解客家语文嘅人啊，对歌词歌曲方面呢，写作啊，有些把位偏差。所以希望各位乡亲大家研究客家语同客家文啊。有法土、尘土、正确土等三土，家法方来，总有法土来研究何些主权客家嘅一个语同文，同时希望大家怎么了解客家语嘅组合啊，在注音等等方面，教学嘅欣赏设计啊，必须咬字用语，语音分明清楚。来做推广客家嘅语、客家嘅文案啊！哈，另外呢，希望经常中乡亲大家我嘅录音多多来听，多多来做参考，自己也多来看，本文多读嘅几遍呢，对客家嘅白话语文自然语言通顺流利。讲起来非常的有客家的意思，同时可以做得讲啊，传承客家语优美的语言的素材啊，希望各位乡亲大家共同来研究。在一个平农时报、天子报啊，非常的热心，对于一个客家的有辟一个客家专栏的名字，希望一个大家。研究客家语文，可以讲啊，有8个篇，100-200篇哦，一个来多多来复习参考下来，也希望学政单位啊多多加强客家行销客家嘅概念，做一个客家嘅推广者，对于客家嘅产品、客家嘅商品、客家嘅等等无形嘅服务等等概念嘛，我来加强推广哈。所以本文章在台湾客家天子报、屏东时报天子报都有文章嘅同时，有在一个雅虎、Google 同 Facebook 等等网站有连接，有报道看出，希望大家看到客家白话语文，只有阿里白手写嘅吼，嚟做个参考啦。我研究嘅都幾對57年，我見啊可以講咧，都好一般咯，嗬，人生嘅一般嚇。57年嘅學習，在另外呢，這個來源嘅方面，我叫咩基礎起嘅啊？不同國家、族群地方行業吧，有不同嘅語言文字。尤其嘅連音詩、創生詞、感嘆詞啊，有相當大嘅差別咯。真像講啊，創生詞落太語啊，客家話就講嗶哩啵咯，嗶哩啵咯，嚇，也就講到滴滴篤篤，冇嘅就滴滴篤篤安啊。好路呢就嗶哩啵咯，嗶哩啵咯，嚇，嗶哩啵咯，嚇。華語呢就稀里嘩啦，華語就講稀里嘩啦。日本話呢，就講渣雜，也就係各地方不同啊。創生詞也係冇相同哦。就前陣講啊，大葱嘅一生啊，客家語講棒，客家語講棒，河洛話講餅，河洛話講餅，華語呢碰，破旺碰啊。按過嘅英文呢是 pen， 等創生詞嘅語音都係冇相同，所以在使用講話嘅中間，尤其演講比賽也係
口述艺术的中间啊，要注意到创伤者也个连饮食、感叹词嘅无相同嘅素材，安尼吼。今日同大家来讲一个客家商业用语绘画嘅第一册，第15课，商品嘅效用嘅创造与丰富啊，一个同时个课文一时英语对照录音，慢慢呢都本大家来做一个共同来详细来谈，安尼哈。一个报道呢，在台湾客家电子报本文。平常时候本文，同时也非常的感谢李文范向前大学生、博士生啊，整理第8册嘅 YouTube 嘅一个地方，希望各位向前上台按到地方啊，去参考看下先呢啊。好嘞，我哋来讲本文，一个商品效用嘅创造同维护啊，也非常的重要啊。我哋客家乡亲对于一个做生意方面啊，嗰冇講究，一般講起來嚇，後來本文嘅文中人完全是虛構嘅嚇，有阿蔡松阿德啊，好開始阿德就講阿蔡，兩位對做生意用語學術安有興趣喏，阿蔡就安尼冇咯，阿蔡。兩位對做生意用語學術安有興趣喏，阿就講啊，迄個，我感覺到學問相當棒，佢出來有物流，有嘅生意用語學術以後啊，做生意也個方便，個容易啊，阿就講啊，冇唔錯。客語有句話講啊，人昂就辛苦喎，所以人愛學習個真地位，阿蔡就講啊，所以啊，我將會向來求學，阿得講啊，基本人。同我講乜嘅主題啊？阿蔡所就講哦，在哪裡？慢亂講啊！我丈夫細呀會好嘅，我愛分享，我愛分享啊！阿就講好啦，會定。丈夫冇電多條細哦，有樣啊！亞夫人家阿就講亞夫人家求學真是實在好，家徒定義，冇會傾呢，阿就講好，家徒是一筆茶位，難來講。阿就講來，我來斟茶。阿爹就講阿蔡，人家為當吊搭，有10萬我，當吊搭有10萬我。阿蔡講咁麼？我乃會有安樂線，阿爹又講啊，來喲，阿蔡說書辦當家，來爺喲，阿蔡說就講，阿爹先生，基本人要講乜嘅主題啊？阿爹就講，基本人要講商品效用嘅創造與豐富，阿蔡就講啊。乜嘅按到一個商品效用嘅創造與豐富咯，阿爹就講啊，我莫得見，我一例嚟講，先講效用，關於講效用就係用係指滿足欲望，
满足欲望的长度有一态嘅，一态满足就一满意，效用就一态。一个讲啊，欲望又係乜嘅啊？欲望又係乜嘅啊？就講啊，欲望就係心底裏所想所愛嘅東西，而長度有多少有多大有一態嘅。可比最早就想食茶，就想愛食茶，妒忌嘅就想愛食飯。所以講啊，漢人就想作家地位上富希望。再講啊，作家，商品效用就係商品能夠滿足欲望嘅太細太易細，也就像最早就想愛嚟食茶，食辣嘅就唔想食，再強壓下去就會噴出來，相反的反就講噴出來破飲食。再講啊，你同做生意製造商品又有乜嘅關係咯？再講啊，當然有。老實唔怕講，做生意就像想辦法滿足消費者嘅欲望，能夠一時的滿意啊，商品嘅效用也就越大有，也就本人感覺到越有價值。再講啊，係喲，他個人上漲愛嘅東西就會排列來買，他個人上愛嘅東西就會排列來買。再講啊，故所讓嘅來創造，也係增加效用。在經濟學來講，就會按到生產。隨所就講啊，生產就係供生人啊。就講我納壞人咯，人家講生理唔使面對而學習，而演習，很神奇嘅，還神奇嘅。再講啊，就按到一體三通，殺馬蛇屁股，也就按到一體三通，殺馬蛇屁股。隨所講，落係喂，一個差唔多地位，我都唔係主教哩，讓嘅殺馬會蛇屁股啊，我又唔係主教哩。讓嘅殺馬會蛇屁股啊！隨就講啊，我心愛嘅家位，我係學理文故講嘅，意思講啊直接嘅，實理好冇？隨所講，冇發現，他自古出現。冇發現，才自古出現啊！對個，對先生就講，好，山馬同牙齒再好也會相拗，家伙萬事興。我來繼續講效用嘅特別嘅性質。隨所就講，好，強快講，對就講啊，先講效用，體感，一個體感就是慢慢的感的意思。效用體感法則效用遞減法則，就係指效用嘅大與小為天然欲望嘅大與小做相同方向來做反比，相反的方向。都好是啊，
实体比茶为感受相当好。拄好的时节，实体比茶感想当好，效用当大。天后茶是感受就会减少，效用也会减少。到天5、6、7、8、9、10的时节啦，就会慢慢的减少到6。以后呢，就是再是就会反效用，也个就会经济学伫度你所讲啊，边际效用、边际效用，到6个时节啦，也个总效用就最多，也就是头头所讲啊。将10茶10到第10后的时节啦，佮唔像是咧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后总效用加瓦放咧最大，以后就唔好再加喂，从投资是相同啊。你就会按到10多9包呢，阿才就讲啊，你就会按到10多9包呢，阿才就讲啊，含500位。年帮茶室，就唔讲10多9包，年也含500位，年唔帮茶室，就唔讲10多9包，再讲加唔點萬人個好，嗌講10多9包，唔係講500位，唔係講500位，再講啊。無金無機18年，無金無機18年，再講頭下所講效用嘅，用於在哪裡咯？在哪咯？再講，再講菜，有時個養樂多嘛，養樂多飲料嘛，記得用為做暗色個呢，唔用太個呢。裝唔掂嘛？一個養樂多嘅飲料啊，鹽這個做一乾用我按4乾呢，唔用太乾，一個原理用伊迄陣呢唔掂嘛？再講啊，哎喲，嗌唔掂，再講啊，佢就係愛本人食咧以後，口留香啊，吃留香，下次還會再來嘗試咧，脫離呢，唔會按太乾，乾咗飽咗以後，下一擺唔嘗試咧。再所講啊，錯呢，愛煮飯，愛煮菜嘅量啊，煮到拄好，有稍微啲啲咧，煮啊拄好，有稍微啲啲咧，一下尾就冒嗆嗆。本人呢？口留香，吃留香，孩子還會再嘗試咧脫離樣樣啊！再講，再嚟講效用嘅種類，它有分別時間效用、形式效用、氣味效用、區域效用等3種效用啊！時間效用是指商品使用嘅時間。做得提前也係延後，來提高也係保持效果。冷凍就係其中之一，同高鐵也係一樣，要縮短時間。再所講啊，像唔用拿去冰凍簡便，拿去冷凍簡便，保持新鮮很忙。但老師就講啊，保溫保冷。都係時間效用嘅一種，保溫保冷都係效用嘅一種。再講長嘅檳榔貴屬茶安凍，長嘅檳榔啊，貴嘅時節、俗嘅時節茶安凍，那係做得運用冷凍來調節，佢就會傳太淺嘅啦，得。是哪講？再講形式效用，係指外表樣式做變化以後，增加效果用途，形態改變，本質冇變，
係親像一塊表嘅作為作嘅等商品一樣，產品產生各種用途效果嘅增加，親像黃田嘅皮削嚟雜一嘅定義也係一樣。所以所講啊，將布料拿嚟做衫褲，係形式效用咩？佢就係形式效用咩？啲先生講係啦，一般用木做看得到嘅商品，大部分都會應用形式效用。再嚟簡單講，keyword 效用係指一般運輸交通事業，將農產品生產在鄉下，應用交通來運輸冇生產嘅都市去賣。另外，在建立工廠時，不但要注意交通，也要考慮原料嘅生產地方，將做得節省運輸等成本。但先生要講做乜嘅講商品效用，要講成本咯。隨所就講實在係太繁瑣喎。做生意就像係算本賣貨，那有人做生意打出本嘅啊，又唔係做乜嘢呢？得講做生意打出本，有時有嘅係在競爭市場度裡，為了佔有市場嘅一種暫時性嘅手段，而提高商品效用，真有辦法佔有市場。所以為了提高商品嘅效用，就要耗費成本，來改善商品嘅效用。隨所講得睇實，唔係要講商品效用嘅替代性下，唔係要講商品效用嘅替代性下，啲先生就講商品效用嘅替代性嘅嚴重性啊，有兩種商品嘅因為效用輸贏輸話甜甜，本來在市場上係鼎有名，一時出現嘅新嘅產品，功能性產品，親像本人打落18層地獄，永遠不得超生一樣喎。隨就話係乜嘅商品咯，嚴重安全過咯。得就講一個係出來貨，好多話講反來貨，反來貨，出來貨個反來貨，隨就講啱啲，出來貨用貨上嘅行，有兩隻係位，也一隻係位嘅係嘛？出來貨上嘅行，有兩隻係位，也係一隻係位嘅係嘛？再講錯，嘅圖係嘅就係當時最有名嘅台灣貨財公司出品呢，在1960年，也就係民國40年嘅時間，嘅董事長講太上話，台灣嘅人口數有800人嘅萬人，年薪出一期出嚟貨，公司員工都會做事哦。後來打火機一出現咧，在市場嘅以後，有樣隨住講馬上顯示係冇，得講由於打火機一出現，出嚟貨嘅市場馬上消失。呢個出嚟大家在商品效用嘅設計與豐富，而提高警覺，隨住講效用嘅替代性，確實要謹慎注意，得就講
阿德先生讲啊，再讲最近发现翕相的扩大公司，由于传统的带片变成了唔使用带片嘅数位式翕相机，扩大公司也马上往到采取，都贴都宣布破产。阿翠同阿翠所講啊，阿咩我喲，台灣火柴公司同擴大公司親像冇條地本雷公靠到一樣，現往現實，限財個位，阿德先生就講啊，所以產品咧講究，特要注意。而講究產品嘅功能性，亦都係產品效用嘅講究。由於上面講兩個公司，擴大公司同一個台灣火柴公司，就係產品效用本他人家嘅產品推起嘅，張望係，尤其科技發達嘅今本日。有人講啊，今本日嘅新產品可能係天光日嘅路邊賣嘅貨，咧就同出嚟貨同大貨機等一樣，快要講真啦。因為做人為人做事也係一樣哦，咧都係一理出大萬理通嘅應用。以上就講到係這個阿翠同阿翠所，佢講什麼台詞嘅經驗其實，阿翠又講啊，所以啦，先生，我對人最快笑，一轉嘅時間，一貴嘅時間啦，我就講先生，順下我唔好種到太粗頭，真快笑，我學你文故所講嘅，對人真不利。對茉莉快些倡議多原諒。以上共用係27分24秒啊！接下來我哋講本文客語時間強，用漢語拼音嘅注意嘛，嚟促進大家嚟嘅加深嘅了解啊！提嘅讓外啊，讓有兩種寫法嚇，怎樣的讓啊，信仰的讓有兩種，怎麼會？生意都生意，關於講生意，提議，喜愛是感嘆詞，是啊，咁啊哈，啊，一個挽留的流利。第三，冇唔錯就沒有錯，冇唔錯噶，你唔會你相信講嘅說話講啊，冇偵查講乜嘅？河洛話嘛講冇坐車話，冇偵查用河洛話嚟講啊，冇坐車安尼話啊，第二都一些，其實忙亂就是不要趕緊，顛倒頭曬，相反的曬啊，加圖就拿酒，加圖一樣嘅啊，欠就生氣，檢查啊，古書上先都講啊，檢查。檢查，知咩呢？接應啊，娘就是你的，家位就南浦講北浦講母娘，就關於講太太，都答就很合作，都答家務，嗱係務，落線就逍遙的意思，佢落線咯，夾就很快，都緊就。緊湊，撮架就對呀，拉嘛就割嘛，盤就是一個相反的反呢，有破音字盤同反兩個字嘛，哈，突出來，弓就是身，有一些用鋼來做弓。一個一般人出世就按照講，神仙佛祖嚟講啊，就講講神嚇，天庭嗰個神仙下凡嚟講神嚇，叫嘅嚇，薩瑪
三马就是舌头，三马就是舌头。那个猪狗是指畜生啊，太急太快啊。那个最早就是口干，肚脐就肚子饿啊，北方象征哦，肚腰啊，黑毛是吗？啊，加的胃多一点点，也在地或者那个加的胃北方象征加的胃啊，这在用地能唱哈，地是副词，前面是形容词啊，形容词。按载字呢？特前而名词或者动词在文法方哈，自古此义，古书象征弃古弃义，不尊敬哈，杀就是反而的意思。13，地前啊，体感，也就是出个哈，在这边的土地啊，土地，但是我们讲土松啊，逐渐的少，天然就跟着14。四多九吧，就是易废物的意思。500就是糟糕的意思。18年啊，年是一个10到120岁啊，120岁啊，是满岁啊，7路8路都在有一路呢，就是82岁乘上0.7就83岁减1哈，就是7路8路。度后就刚刚好。猫锵锵就全盘照说啊，猫锵锵相貌的貌啊，猫锵锵，根本就是朗动变动啊，根就是用那个看见的根本啊，强呢就是唔偏做好事个变咯啊，苏丹国个no强啊，便宜就是笑是火落花啊，再看下去，木竹就眼睛。表就是木板，表啊，第18台湾鼠就是指笨蛋的意思。耗费就消耗，耗呢就本人名都讲消磨啊，也有读模式哈，耗费啊，个消磨唔相同啊，消耗消耗都在消耗就讲耗费。本人名多不应当啊，这个性侵就是讲啊，那个本人和个消磨，本人消磨，甜就是出来火用啊起来火啊，火炉花这种烦的火的火柴，谨慎就小心，第12翕相就照相，弯舵哦。这个倒下去，踏就贴服帖的踏啊，你是不是阿妹哎呦就我的妈呀啊，阿妹哎呦，加的能唱哈，小心就翕相就照相，弯舵就倒下去，好再看这个靠舵就达到。第3，老实唔怕讲，坦白讲出来，坦白讲出来，不怕人家批评哈。一理出代万理通，也就是一个道理全通以後啊，就可以推啲其他嘅道理一樣樣。在本文之中，所有嘅 R、O、A 一個全部都係連音詞，嗰啲呢會講文大家嚟做個參考哈。連音詞非常嘅重要。以上總共有34分鐘哈，接下來一個圖面呢，說明問大家知得哈。一個商品講究乜嘅呢？新數時間也都頭擺，民國26年嘅時間呢，所講嘅新生活啦，注重新數時間，交通講乜嘅呢？交通講技術安全，迅速舒適。經濟也是交通4大原則啊，這商品呢4大原則是迅速實現，但是有啲位親像一個參觀嘅啦、有料嘅啦，有位就注意嘛嘅咯，奇古怪啊，所以一個土地都嚟，這個後排嘅出來貨，還嚟貨，揾大貨佢一出現嘅時間呢，市場就會失衡。
再看到第二个一个新效用、新熟实践嘅创新啊，亲像宣判啊，睇到下唔會宣判嘅嘢，就冇辦法證明公司底度嚟嘅會計，竟然係唔是打宣判嘅，只有用計算機就可以一個完全嘅通盤嘅了解，也計算機又變成乜嘅咯？變成天咯。嘿嘿，可以講啊，結帳嘅時間唔是結帳啊，嚇一個程式上程式行啊，要設計到好細，到最後一筆而買賣，其中一個銀去嘅量販店啦，一個7-11啦，都裡面一個碼。有一可能買乜嘅，同時用電腦一走入啲嘅，也就係科學嘅發達，科學嘅發達。所以頭擺嘅照相機、螺絲嘅攝像機啊，同一下嘅數據嘅實際查睇嘛，安尼嚇。睇到講到商品嘅包裝啊，用落到用細個嚟嘅可樂或者睇過嚟嘅，一個要用一下也容易吃出嚟這個咯。睇到有廣告啊，細個呢，本身嚟係會最緊答啊，合一個對一個實驗做實事按多年嘅時間呢，一時本身細個呢，試了以後呢，很好哦，之後又可以吃留香哦。可樂呢，按泰國呢，我本身拿過去可樂泰國種嘅中年所用嘅，再講一個鐵嘅。商品嘅形式效用，就黃田製成田地，安尼一個就是講啊，不做成商戶安尼個情況。第六呢，就是講啊，行售變相呢，就像高鐵樣嘅，縮短時間，變相呢延長時間，也就是講啊，一個時間效用。佢做大下第七個呢，一個非常嘅感謝。新聞國立台南大學博士生李文歡上前啊，伊非常熱心客家白話語文，同時佢也做研究，並將嘅研究嘅篇章錄音整理搭上面貼下出 YouTube， 分眾鄉親大家嚟參考研究嚇，一個研究東西啊。熟悉幾多，他個人用嚟講，也有發圖、尋圖、整個圖，安尼嚟做個研究，詢問大家感想嘅嚇。而個名字喺度裡呢，還可以嘅點啊出來嘅時間，內還有資料嘅來源，連接名字嚇，連接個台灣客家電子報嘅名字安尼，所以點啊下去可以睇嘅一個。讀嘅聲音，用嚟讀，同時看文章，又用嚟看，安尼嚇。當然，一個係用來寄出去嘅時間，寄出2萬人嘅，一個來群喺度裡啊，可以抵得嚇。一個 email 可以抵得。好，再講到大下嘅第8個啊，一個非常嘅重要。大家可能聲母，那個連音字嘅聲母只有 R、A、O 3母，3枚嘅，A 呢就實體字個數泰魯館呢一母聲母，所以講 A 嚟講，面容其他西安嚟講 A 有為了嘅咩嘅白嘅音，按個數從數性比較多，有為了一米呢嘅 B 嘅音按泰魯館呢就一都帶一母聲母，R 同 O 呢就虛字。虛字一堂聲音嘅T聲就當稱詞，T 1聲、T 3聲、T 4聲，T 4聲是反對嘅意思，以上希望各位鄉親呢，多多了解連音詩。再看到個連音詩嘅地圖裡有一個 MNNGBDG 呢，一個可以當聲母做聲母。做韻母嘅時間，用嚟讀簡單讀一下。N 做韻母嘅時間，嘅韻母尾音嘅時間呢，讀 no 個奶嘅 on 嘅嘅音。按做聲母嘅時間，或者個奶
M 呢做上母、韵母嘅時間呢，就唔係音，就個母啊做上唔做韻母嘅時間唔係音按做聲母做頭前嘅聲母，就母嘅音就所以 M、N、G 啊，就可以單音，唔是加 N 加空韻，唔是加空韻嘅單音嘛，哈。一個 N、G 做後背嘅時間，嘅音啊，按做頭前嘅時間，就嘅音啊，牙齒嘅牙啊 ，T B 呢個 B 啊，P 嘅本來就 P，up 嘅 up 啊 up。按多頭前嘅時間，播嘅音拜播 I 拜啊 ，D 呢就掉這個到後尾嘅時間呢，用特嘅音，動詞嘅DOD 啊 T43，我哋嘅 T43，客家 T43呢，西安嘅 T43是重大音嘅，大家要注意下哈，一個拜播 I 拜。關於呢拜播愛拜冇相同啊哈，掉後尾嘅時間用特嘅音，拿來頭前就特嘅音，一個G 呢，前後尾是科嘅音，拿來到頭前就個嘅音，個鴨夾啊，按一角兩角啊 ，GOG 一角兩角嘅角啊呢，以上來說 ，MNNGBDG 啊，一個音嘛。一個大家注意下，對於一個連音詞嘅聲母，由未來音 A 來講，就未來音 N 嘅非常嘅重要啊。同時注意一個 N、M、N-G 啊，N-G 唔係錄聲字，但是這個變成單音詞嘅時間唔是加 I 啊，空韻，高數強冇空韻，但是一個讀到也三雜詞嘅時間就會有空韻，唔是也相同冇空韻啦，以上希望大家感謝你一聽用嘅42分30秒，感謝大家，再見。希望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，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，傳承客文化。